长期伫咧关注人权议题，伫咧做儿童剧场的罗里亚剧团，今年8月也要针对11岁到15岁囡仔推出人权历史夏令营，要带囡仔做伙去到国家人权博物馆，也有国家档案局这个所在听导览，也要用讲故事、听人权音乐，足侪无共款的方式，和囡仔做伙来明白台湾的民主，也有人权议题。 有人讲伊爱伊食咖啡，有人讲伊电脑拍字这毋是电脑，是用拍字机。也对带囡仔参观陈南用基金会，看当年内容自焚的现场，了解台湾追求言论自由的故事。这是罗里亚剧团去年办的营队，因为今年暑假因原来要为囡仔办人权历史夏令营。 即摆阮想要讲更较侪台湾人物的故事，也是讲民主的过程，希望吼较大汉的囡仔会当思考，去甲共年岁人交朋友，做伙讨论安尼。 罗里亚剧团今年暑假打算要带囡仔做伙去国家人权博物馆、国家档案局等听导览，嘛透过绘本、音乐、各有戏剧的方式，带囡仔了解地方文史、白色恐怖和民主发展的过程所发生的侪人权的故事。阮会带因去足侪无共款的所在，头拄仔已经有讲嘛。过来就是阮嘛有找我有一个好歌手的朋友，迄个时阵因为伊常常用人权。 放伫伊的作品内底，我嘛请因来现场，甲大家分享讲伊是安怎思考。目前团队也正在讨论活动实际要安怎进行，希望夏令营毋是干那趣味就好。因认为10外岁的囡仔已经拢有法度参与深度的思考活动啊。今年人权历史夏令营打算要邀请11至15岁的囡仔做伙来参加，希望和囡仔做伙来认识台湾的民主和人权议题。记者卢尚珠、郑俊尧台北报道。